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彰化的二林、溪州、德东甲大城镇地区是西瓜的产区。也毋过彰化最近一日落大雨，一日搁出大日头，这个天气连伊冷连伊热，这个西瓜拢烂心，也则是裂果，损失大约3成，农民是真无奈。有关这个西瓜产区的状况，请记者王诗涵讲互咱知。 好的，主播，画面上可以看到彰化的西瓜田到处都是裂开的西瓜，不然就是烂掉的西瓜。农民说损失约有30%，直接影响今年彰化西瓜产量。我们来听听农民的说法。拢逼害足多去，啊，佮今年西瓜，毋知天气的问题啊咩，今年西瓜拢大袂起来。 那像30斤以上，拢足少的，拢20外斤。农民说会这样，都是因为气候异常。这阵子彰化有时下大雨，有时又出太阳，温差大，忽冷忽热，导致西瓜受损。除了烂心裂果，今年还因为西瓜在生长期时历经暖冬，所以即便是整颗完好可以收成的西瓜，大小其实比去年还要小，会影响今年的西瓜收入。现在彰化县农业处也将会同改良场等单位一起到西瓜田会勘，如果统计灾损 达到20%，就会启动现金救助来帮助农民。以上是在彰化为您掌握到的情形，将时间镜头交还棚内。